真侪民众最近对减肥茶拢真有兴趣，也毋过医师是提醒讲，国际上新的研究发现讲，若做减肥茶减重，停药一档后，民众的体重颠倒会增加14%，所以嘛是爱靠运动，甲食好健康较实在。就是这款本地用来治疗第二型糖尿病的肠泌素药啊，大家叫伊减肥茶，因为会当帮助控制血糖，治疗无啥想要食物件。最近互广泛应用伫减肥的疗程内面。不过，国际上新的研究发现讲，这减肥茶只要一停止住，都会阁变大颗。因为药物效果太好之外，另外第二个就是你在使用药物的时候，你的生活饮食模式不能够继续在停药之后继续维持。这项针对减肥茶药啊并建立的减肥效果做的大型研究，而且看伫去年国际上有名医学期刊《JAMA》研究团队互受试者使用36礼拜了后，平均差不多减重2成，等于是缩胃手术的效果。接落来，再甲受试者分做2组，持续追踪1年，结果发现讲，无停药啊的这组是持续减重差不多2成5，但是停药啊的这组是明显佫肥转来，体重差不多增加1成4。不过医师嘛警告讲，毋是大家人拢适合使用减肥茶。它本身有肠胃的问题，比如说它有比较严重的胃食道逆流、比较严重的胃溃疡，打了或者是吃了这个药物之后，那会把这些疾病更严重。所以假设它本身就固有一些肠胃道疾病的话，我们是不建议使用。医师提醒民众，想要持续维持好身材，嘛是要靠规律的运动和健康食物件，而且减肥茶是处方药物，必须要经过合格医师诊断评估，千万莫去网络买来路不明的药啊，才袂使成，佮颠倒伤害身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